来乡亲啊，这个诈骗集团阁有新骗术，因为即摆银行拢咧斗注意，所以换叫人去买金啊。台中有一个阿嬷接到诈骗集团的电话，对方讲伊是检警人员，一直甲阿嬷喊，叫这阿嬷就爱去买金啊，他来摕来监管伊的口座。这阿嬷互对方是喊甲拢无头神咯，先花150万，阁去买180万的金啊，拢摕互诈骗集团，损失惨重。 放着汽车来，真爱坏给爱因吵。加检警诈骗也讲阿嬷上有可能防骗，这位阿嬷嘛防骗，伊嘛是接到加检警的电话，讲个人的资料互提去做人头的口座涉嫌洗钱，搁伊看假公文，伊汇150万到监管的口座。 阿嬷防骗，搁惊互加检警掠，都某持价180多万2公斤的黄金去向车手交汇。 阿嬷行伫头前，女车手对伫后壁，两个人见面了后，女车手摕着黄金，就向阿嬷分开，米去巷仔内头上车离开。那我们研判，民众在银行购买黄金条块，大多是为了保值型居多，行员比较不会起疑而通知警方来实施主诈。 警方调查诈骗案，发现诈骗集团会以加检警的身份要求被害人买黄金。研判是因为过去银行行员大部分针对领真侪钱汇款较有警觉，加上时代买黄金保值，算是定定看到的投资行为，想要到就变做诈骗集团的新手法。警方嘛呼吁行员或者是银来员工，若发现有时代买大量的黄金，加问2句，凡事就会当帮助时代甲医生的塞卡保护掉。 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